健康生命水要控新一代淨飲機 3.0 Pro 重磅上身，加入水喉水，秒變健康礦泉水，過濾強勁，新升級即熱製冷，凍水熱水同時滿足，最新循環製氫技術，升級健康富氫礦泉水，飲水方式至優選，至高標準 RO 過濾，5重過濾水分子以外嘅雜質，淨化高效純正。加入污水，實測水質過濾力，污水雜質超高。要控 3.0 Pro 強效濾除130種雜質，7倍濾除，純正度有保障。要控水含氫分子實測，同時加入氫分子試劑，攪拌後要控水顏色變透明，實證富含氫分子。要控富氫水抗氧化實測。分別加入小番茄、精緻浸泡，要控富氫水包裹住小番茄，而普通水番茄逐漸沉底，48小時後對照發現另一組已變老軟化。要控水保持新鮮，便攜式水壺，使用方便，屋企煲湯煮餸，家人越飲越健康。自製凍飲 Pro 喺屋企隨時 DIY 凍飲，夏天超冰爽。100度熱水3秒即出，飲水唔使等，5段% 溫度即暗即出，溫度任意揀。凍飲、沖奶、沖茶、花茶、杯麵，各種需求都滿足。3檔定量出水，貼心設計超方便，一機滿足。淨水、冷熱、富氫，健康飲水至優選。要控冷熱富氫淨飲機 3.0 Pro。